新北市有一名姓卢的跆拳道教练涉嫌利用教学机会，甲11名查某学生性侵性骚扰，其中上细汉只有7岁尔。新北地方法院认定这犯案尚无有上百改，依照违反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，还有刑法甲未成年性交，总共有109项的罪名，甲伊判刑29年6个月。不少家长让囡仔练跆拳道保护家己，不过新北一个姓李的跆拳道教练涉嫌利用教学的机会，在无共时间，甲道馆内底11个查某囡仔性侵甲威胁，上少岁是7岁。新北地方法院认定这个教练犯案超过100多改，以违反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，还有刑法甲未成年性交等等，拢总109项罪，甲判29年6个月，还会当上诉。女性跆拳道教练利用指导儿童及少年学习跆拳道的机会，对高达11位之未满14岁女童为猥亵及性交行为，量处被告应执行有期徒刑29年6月。法院审酌他的犯行之后做出判断，我们这边当然是尊重了。检调查出前面高108年到111年，拢总有11个查某囡仔受害，受害者迄当阵的年岁为国小2年仔到高中3年仔的拢有。这个教练毋但伫道馆的便所等等的所在，甲查某囡仔性侵或者是威胁，甚至还佫诱拐查某囡仔翕到行道家的相片。深头起这个教练是好人犯案，一直到这个相片互吹出来了后，伊才承认。日后联名表示，这是真典型的权势性骚扰。而且受害者要少岁，加害者一般会软的硬的拢来，主动受害者对外寻求协助。家长甲老师都要注意囡仔，若是行为或者是情绪有各样，可能就是警讯。可能会有这个觉得身体很脏，他不断的想要去洗澡、洗手，或者说他会抱怨他有莫名的疼痛，也或者在行为上他会对性这件事情可能超龄的或早熟的这样的兴趣，或者是极度的避免别人去碰触他的身体，就是2种极端过于不及的状况。日后联编建议学校利用机会教育，提醒学生强化自我保护的意识。若是拄到互伊感觉无爽快的行为，会当找会当信任的大人到3工，阻断继续防骚扰的可能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